因来台北的大巨蛋已经启用，当时会当办演唱会，外界拢真关心。台北市议会昨昏有举办公听会，有邀请唱片界业者和卖票的业者。啊，毋过业者是认为讲大巨蛋收费的方式无合理，办演唱会场城是无上限、无限偌济，这影响举办的意愿。因来野球相关的团体嘛认为讲大巨蛋的租金无分平常时啊和假日，所以才会致使讲普通时啊拢无人要租。去年12月，歌手谢金燕伫台北大巨蛋担任阿金赛开唱嘉宾，尾啊都无歌手徛上台北大巨蛋演唱。歌手周杰伦进前表明，想要伫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伫大巨蛋唱歌，歌手罗广仲自告出席活动做回应。有人想听我唱歌，我就会去唱。台北市议会日到举办台北大巨蛋公听会，找各产业界代表出席。到底台北大巨蛋敢会使办演唱会，变做焦点议题。针对晚上今年1月，甲台北大巨蛋演艺56类单场抽成，为上济735万改做无紧绷。唱片业甲卖票平台讲出心声。规模能够大，其实也就是因为它成本也很高。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今天场地场馆方的收费标准是一个没有上限、抽成没有上限的，那对于这个艺文产业其实是相对不友善。关于抽成啦、票价等等，我想我们必须要先解决目前的限制，解决处理这个问题之后，当然未来我们都会进一步来讨论。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进前台北大巨蛋伫变更设计时阵，捌有弹数，要做要办非运动比赛，要办演唱会，都要先解决弹数限制。行政管理程序，我们可以确认将来如果做演唱会或者做其他的非体育场馆活动的时候，它是可以确保它安全无虞。会把这样子的热情、还有想法跟声音都带回去，来做一个内部的讨论。针对台北大巨蛋的未来营运，专家表示，以东京大巨蛋来讲，都加一年做400工用当作经营客户。台北大巨蛋爱多元化经营，60成的股长。我们不单单只是经营一颗蛋，而是经营整个的一个商圈。你需要商圈活络，你当然第一个精彩的赛事，合理的一个收费。台北市体育局表示，当年拢会办理台北大巨蛋营运绩效评估甲考核，若做连续2年无达到70分，台北市政府会当依照契约要求婉容停止营运甲解约。记者综合报道。